主后2023年8月初5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往正确之路的教育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第4章第10节到19节。我的囝，着领受我的话，你就会长岁寿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，引带你行正直的道路。你行的时，袂拄着阻碍；你走，嘛袂踏着跋倒。着持守教示，毋通放松；着谨慎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歹人的路毋通行，邪恶的人的路毋通入。着闪避，毋通对遐过；着越走，向前行。歹人若无害人，袂困直；若无互人跋倒，困袂落眠。因为因用邪恶做饼食，用强暴做酒啉。义人的路亲像透早的光，哪照哪光，照到中昼。歹人的路亲像暗时乌暗暗，人踏着跋倒，嘛毋知是安怎。往正确之路的教育，这段经文通分做正确之路甲邪恶之路两部分。分水岭是箴言第4章13节，着谨慎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第10节到12节指出，聆听谨守智慧之路的人，要行伫正确之路，行伫人生路上袂跋倒，也是受阻碍，也会增加岁寿。10节到17节显示，毋谨守智慧之道的人，会行伫邪恶之路，一日到暗热衷伫做歹事，因为邪恶跋倒，甚至愚昧到毋知影是甚物原因，互因跋倒。咱绝对肯定，着谨慎固守，因为智慧是你的性命。若安尼检视咱的教育和所受的教育，有符合箴言所讲，是正确智慧之路无？恐惊的实况是复杂的。譬如，一寡人看教育做力争上流的手段，包含肯定自我、互人称赞，还是伫社会有一席之地。这种想法看若像是正常，实际上却导致一寡资质普通、袂当考到好学校的，还是互指责努力无够额，所以成绩无好的。因为安尼侵犯自卑，无法度发挥专长。以外，真侪考到好学校的人，也因为长期承受压力，煞罹患身心症。袂少人掠做学历悬的，代表人品甲能力拢好；学历低是输家，还是社会毒瘤。却忽视教育的目的，是要互人明辨是非，找求真理，发现家己的才干，搁再透过工作等的方式强身强好，较毋是竞争，也是用成败论性命价值。另外，普遍存在努力就会有成果的观念，常常忽略社会、经济、制度对个人成就的影响。譬如讲，台湾大学互称作是大安社区大学，是因为袂少台大生来自经济甲文教程度较悬的台北市大安区。近来受关注的倒病族，是对努力阁会有成果观念的反动，因为搁再安怎努力也无路用，也就是
无采工伫努力，阁无所获，确实倒病就好。毋过，即种观念会互人失去感激的心，包括对人甲对上帝的感恩，互社会学得通敬善。教会咧，部分教会强调顺服就是蒙福，奉献哪济，上帝赏赐哪济。的确有一寡兄弟安尼经历，毋过这也毋是讲即款的教导完全正确，因为即种教导常常甲焦点放伫物质的富裕和外在的成功。咱若为着追求才顺服上帝，其实已经甲上帝工具化。咱顺服上帝是为着回应伊早就已经赐落的恩典，搁借着安尼寻求上帝国伫地上的实现。箴言讲的智慧和教育，是用敬畏上帝做起点，然后谨守上帝诫命。去听具有上帝形象的证人，甲整个受造界共生共好，因而益寿袂跋倒，是对咱追求敬畏上帝、得到智慧的鼓励。这毋是终极目标。安尼的教育才会当正确塑造咱的性命。默想。我用甚物期待甲观点看待甲进行逐种教育？教育有帮助我敬畏上帝，疼人无？我用甚物期待甲观点看待甲进行逐种教育？教育有帮助我敬畏上帝，疼人无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帮助我，无论是有教育还是教导人，拢会当行伫敬畏你的正确之路，通好互我甲所有人和大地万有，拢会当共生共好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